对，而且是还不是酒后，是事后，都还不是，因为你还没进食堂的时候，就要有物理的。那你不会说啊？不会说。我在那个任务上面，那个罐子上面，我看过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问题是，在那上面是今天你觉得他们两个会有几 K？ 那我们这样请小戴在现场也给一个数字，你觉得他们今天有几 K？你认为他们两个投手今天可以投出几次三振？概念就是一场，打这三上三下不是3个。对，3个出局，那我说总共有2、3个人出。所以上限的话就是今天是最多是。好，9，合计2个合计9，你们有信心达到？